感恩魔法100日挑戰第72日。今日我嘅目標係要準備慶祝。我好感恩，我好有趣，好有活力，好有計劃，好有安全感，好有參與感。我而家一日去同佢玩，有咁樣好搞笑，好幾好，得意好，好打媽咪。我好感謝阿仔同我拍片。媽咪2、媽咪3、媽咪4、媽咪5、媽咪6。好感謝老公陪我一齊去準備，好感謝我嘅朋友請個仔食包包，好感謝我嘅老師同學生都好開心，好搞笑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搞笑。